大家好，我是林奈，这位是新版的大圣，变得红毛大圣啦。好，你可以开心一点吗？可以吗？我要你头。他笑不出来，怎么办？没关系，不然你头这样子倒着就变笑了。那林奈，对于你今天这个造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知道这个造型吗？对，有点像成龙这样子。有点像成龙，成龙这样吗？那是小人，不好意思。还算满意吗？我觉得蛮可爱的，很特殊。真的吗？很喜感。是。而且这里是又可以放。对，因为现在非常时期，那没有办法进场看讲话，没关系，大家可以看电视机，或是看我们的直播，都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应援哦。追求图像嘛，这样最好了。今天是我们中华职棒31年的开幕赛的日期啊，这个日期我们已经延了2次了所以今天的开打，我想球迷都非常的期待，也因为我们是全球第一个开打的职业棒球联盟所以全世界也都非常的瞩目我们首先要谢谢政府的定的政策然后全民的配合，大家一起努力防疫，让整体台湾的环境相对于全球是比较安稳、安全的所以我们才能在闭门的状况下能够开打。那事实上，即使是闭门，我们也非常重视我们球团、球员裁判，还有联盟工作人员，还有采访的各位媒体朋友的健康所以我们近期来做了非常多的工作跟超前的部署所以对大家有一些比较多的要求，造成大家不便也请大家见谅总之我们希望能够顺利的开打让全世界看见台湾防疫的成果，让全世界爱好棒球的朋友们有棒球可以看